要設計劇情就要設計人物，就要用人性、感性去建立角色先，合理化佢嘅行動 action。而第三個就係推敲細節啦。有咗劇情或者公式，有咗人物，其實就已經完成咗一個故事噶啦。但係如果要成為一個真正嘅高手嘅話呢，關鍵就係喺細節度。而除咗細節之外呢，推敲同樣重要嘅。推敲嘅意思啊，就係不停咁樣雕琢，反覆咁樣思考，最後得到最好嘅答案。咁大家最耳熟能詳嘅就係六何法啦。而六何法呢，基本上啊都足以解決好多細節嘅問題嘅。咁但係咧，呢個方法好似冇解決到喺創作電影或者文學世界嘅故事入面呢，我哋必然會面對嘅問題就係點樣令讀者相信故事係真實嘅。而好嘅細節就係可以令到觀眾啊或者讀者投入到故事嘅世界入面啊嘛。咁好啦，講咗咁多，而家嚟講下《紫羅蘭永恆花園》第二集。